咱台湾的生育率都是全球上尾名嘛，已经是国安危机咯。国民健康署实施试管阿婴仔的补助，3档来出世2万个阿婴仔，嘛在进行人工生殖法草案的修正哦。未来同性的卡布、未婚的女性，拢会当有条件来开放代理孕母，要拼2个月内把草案送到行政院。王小姐甲洪婿结婚1个年，一直拢袂当如愿有心生囡仔，一直到申请国健署不孕症治疗，2年前使用子宫形植生到宝贝查某囝，后来想要搁增加1个囡仔，互查某囝做伴，二度提出申请补助，总算伫今年7月搁生1个宝贝后生，而且也加做国内子宫形植补助方案上路以来第2万个囡仔。是第一胎有补助10万，是，然后我们就有打算去找那个医生来帮忙。国健署表示，为了支持甲协助不孕翁仔某达成生育愿望，为100年7月起扩大实施不孕症治疗补助方案，3年来已经成功帮助1.8万外对不孕翁仔某生2万外个子宫形植，其中生第一胎的不孕翁仔某有2000对，搁提出申请来孕育第2胎。另外，也会加速人工生殖法草案修正，除了将适用对象扩及同性配偶、未婚单身女性，也有条件开放代理孕母。那我们会在保留这样的一个议题之下，公开专家的讨论，我们希望取得社会的共识。区泰官强调，草案有顾期已经结束，会赶紧安排专家会议，听专业意见，并2个月内将草案送行政院。同时，也呼吁25至35岁适龄男女爱掌握黄金生育期。若经过医师诊断有子宫形植疗程需求，会当到全台101间特约人工生殖机构申请子宫形植补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